經聞三關不保，特派楊文廣為兵馬大元帥，討伐西夏。只派1萬人馬抵擋10萬敵兵，呢個唔係聖旨，係送死令。我有個願望，如果我唔可以同你長相廝守嘅話，我一定要同你戰死沙場。娘親，孩兒衝動無盡，擅闖敵陣，娘親佢逼不得已，必須逆之。陣前奪帥係殺頭死罪嚟㗎。呢一戰，就算係冇聖旨，我哋楊家都會全力以赴。呢啲係作為一個將士不可推卸嘅責任。何況性命大如天，軍令如山。